后宫中只有皇上敢上皇后的床，可他什么时候跟杨言学会凌波微步了？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要临产了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虽说你曾把我的东西都搬了出去，可我人是活的，还不是想来就来。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找太医给你瞧瞧？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孩子生下来的。我要的是母子平安。丽丽，哎，娘娘，丽丽，娘娘，啊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快去，快把太医叫来！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哎，来了。刚才娘娘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您快看看有没有事。哎呦，微臣给娘娘请安。我今天不打你，快点。娘娘的孩子安好，估计这2天就要生了。娘娘再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啊，看他们什么看？信不信我拍死你？哎，别，哎，娘娘别，微臣告退，微臣告退。哎，告退。你去准备一些猪跑，帮我打点一下侍卫。今晚我要出宫一趟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不知久亡，还记得你给鹏鹏的承诺？鹏鹏是为了此事。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现在我是坐立不安，夜不能寐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鹏鹏大可放心，对于本王许下的承诺，历历在目，字字在心。我不想像现在这样婆婆妈妈的，可是，到底我要怎样做你才放心？我不知道。今日便可赐死我，如此你便可以放心了吧？我信了你。鹏鹏，这次你当真信我？你为了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更何况是皇位。本王永远和你是一条心的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我不是一个不重情义的人，我知道我欠了你太多太多的恩情，这一次更是没有办法还清。你我之间还谈什么恩情？我对你的心意，你难道还不了解吗？我了解，但是我没有什么是能给你承诺的。我不需要你为我承诺什么，只要记住我为你做的一切。记住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要生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外面？罪臣该死，罪臣怕惹娘娘烦，就出来了。朕进去看看。哎，皇上还是不要进去为好，人多了不利于生产啊。他进去多久了？约2个时辰了。朕问你，朕听人说，生孩子比身上挨刀伤痛10倍，此话当真？微臣认为是20倍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？皇上恕罪，罪臣确实无计可施。从古至今，千万人都要经过这生产的阵痛才能生子啊！大胆！朕的皇后岂能和寻常孕妇相提并论？朕命你速速想出办法，解除皇后的疼痛。微臣遵旨，微臣遵旨。使劲啊！不够了，疼死了！别了！哎呦！娘娘，娘娘，来，我们一起把它拔出来，使劲！1、2、3，哎呦！鹏鹏，你受苦了。你生产的前一刻，屋子里没声了，令朕着实担心。都喊得没力气了，哪儿还喊得出声啊？生了皇子，你爱吃的那些孙，也算没白吃。生男生女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只要健康就好。你见孩子了吗？梅言很想你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要是眉眼像你，生出来还得带他去韩国整容。你这些胡言乱语，可千万别交给孩子。娘娘，自打您生了小皇子以后呀，就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日宴，您一定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你行了啊，少跟我提什么女人味儿。我不过就是生了个孩子，我的心啊，还是个纯爷们儿。娘娘，您和皇上真是越来越恩爱了呢。前一阵子刚送了一个荷包，今日又要送一个。这个荷包不是送皇上的，这是送九王的。啊！您为何要给九王殿下送荷包啊？宝贝儿，一个人想过上安稳的生活，总想着靠别人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运筹帷幄，才能掌控大局。所以，九王这条路是万万不能断的。可是娘娘，您不是已经生下小皇子了吗？在后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呀，为何还要联合九王殿下呀？君子之道在于制衡。单靠我们张家的势力，在朝中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。而加上九王和他背后的力量，我们就有了拼的资本。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皇上，奴婢给您倒杯茶吧。哎呀！不必了，朕不喝。交出来！下去吧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天宴，朕特来接你一同前往。不知道皇上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。朕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个字甚好。啊？这是名字？这个是念景吗？都是做母亲的人了，为什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？这个字念浩，齐浩，以后小皇子就叫齐浩。哦，起名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个人就决定了啊？你去问问，谁认识这个字儿？只有你不认识罢了。你这样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老二，你可不能再像那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一天到晚四处瞎混。告诉哀家，你那根断了的弦何时才能连上啊？断了的弦该怎么连？我的情伤还未痊愈，不敢再谈情说爱了。皇祖母，希望您能谅解。你说你好好个孩子，怎么就为那么个狐妹子？老九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到现在还不娶妻。哀家问你，可有看上的姑娘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并无意中人。唉，哀家这辈子阅人无数，刚才问你的时候，你脸都红了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告诉皇祖母，是哪家的姑娘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孙儿确实没有意中人，等有了，一定会让皇祖母先知晓。你说姓杨的这个臭小子，都已经结婚了，他怎么还不放过我的乖孙子？你该不会是怀疑他们俩搞 gay 吧？什么是 gay 啊？段秀琴。我看像。哎，我跟您说吧，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好、特别好的朋友，直的都不能再直了。我偷偷告诉你吧，那些天我还在青楼碰到他们了呢。哎，那哀家就放心了。哎，鹏鹏，你为什么去青楼啊？皇祖母肚子疼。我们去给皇上敬酒。怎么回事？
皇上，我们来敬饮酒了。是啊，皇上请喝。哎，皇上，九哥，尝尝我的你干嘛去啊？酒嘛来嘛。